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推动性别的平等，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》，简称 CEDAW。内容来表明讲，无论伫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公民甲政治，男女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。目前全世界，包括台湾在内，已经有189个国家签署加入。保障妇女的权益，将做国际人权的主流价值。但是，伫台湾传统观念的束缚之下，真侪女性面对着婚姻、家庭甲就业，也是爱拼力来突围，才会当成功来创造家己的舞台。接落来，咱就来看2位少年查囡仔，因是安怎来反转着性别死板的印象，追求因的梦想。那至于我觉得设计部分，它的主视觉概念都出来，那后面不会太就可以变成吉祥物帽子的对，自然不会太难。一日来关心伙伴作业的进度，伊是翁以柔，是新创社会企业的创办人之一。今年25岁，已经是一个执行长，个性活泼大方，讲到专业，计细十足。那它的原理呢，其实就是在把大型的污水处理厂缩小成这样子，然后达到一样的效能。它就是当初我们设计的，要无耗材、低耗能。凭着对海洋保育的使命感，翁以柔为大学就开始筹备创业。2018年，甲伙伴共同成立社企公司，做伙来研发海洋过滤科技，清理塑胶微粒的基台。伊是中原大学外文系毕业。看到环境工程创业的过程充满挑战，包含我自己本身的科系不是这样的环境工程产业，再加上当然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是女性的关系，让我想要做工程产业，会让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说服力，这是一定的。特别是我面对传产的时候，现在能够接受我们的客户也都是比较年轻的。简单的方式，我们把它模拟出来，来教小朋友大型海废的一个收集过程，垃圾会往上。致力推广海洋教育的知识，办公室满满的奖杯，是以柔努力来的成果。也毋过，伊却捌因为能力伤强、甲女性的角色去互质疑。我的家人会说：“年纪这么小，然后就身为执行长，可能能力太强会嫁不出去，或者是说女生应该是要，比如说不用这么拼命。”对，但是实质上这些对我而言都是笑笑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年轻拼的是机会，不论是男或女都一样。像以柔安尼拍破着性别甲各种无平等、追求梦想的，也够有意义。当时会有零食的这个部分，是因为我外公在菲律宾早期的时候是有开设杂货店的，然后今年去差不多的学生交流，分享自身的经历。伊是要咧读研究所，才24岁，新住民2代造家精。新2代对伊来讲，捌带来限制，即摆是将做成长的动力。在我小时候好像都是负面的居多，然后到现在才变成好像新2代是一个优势的身份。可是过去我们没有这些环境让我们去学习这些语言跟文化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既然我现在如果我有能力，我会想要让更多人来去认识不一样的东南亚。家政捌带着兰斯达悟族的族人，到菲律宾班丹岛找文化的源头，而且来拍纪录片，记录文化的冲击甲融合。今年的5月，更加甲爸母做伙创业，经营有南洋风格餐馆，推广菲律宾的文化，关心台湾新住民的权益。我父母亲他们都是比较传统，然后他们希望我考公务人员，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当然是最好。可是我偏偏就不是那样子个性的小孩，人生就这么短，然后你在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些尝试，那你到了你年纪大了之后就更不能做。虽然还阁真少岁，却有远大的目标甲理想，以柔甲家政展现出年轻努力的力量。
1979年，联合国大会通过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，简称4道，内容就贴白男女平等，享有一切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公民甲政治的权利，而且开放予所有国家签署加入。缔约国应该要采取立法甲措施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。这个公约更加向俄罗斯妇女的人权发展。目前全世界有189个国家加入。台湾伫2012年立法通过，而且施行。除了中央祭出措施，像是桃园、台北、台南等地方政府，拢有成立性别平等办公室，而且举办各项的活动。响应联合国每一年10月11日国际女孩日，台湾为2013年嘛开始对咧做，把这天定为台湾女孩日，鼓励查囡仔勇敢对望，让我们的青少女可以活力、自信、勇敢，把歧视、压力，跟这个畏惧的标签能够撕掉。一步步消除性别的歧视，更加爱为教育来做起。爱情应该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觉得爱情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跟它一样。老师甲学生谈情说爱，囡仔面上有的是歹势，有的是好奇。老师用心设计课程，就是要带予囡仔正确的性平教育，保障妇女的权益，将做国际人权的主流价值。但是伫台湾传统观念的束缚之下，真侪女性面对婚姻甲家庭，也是会面临真侪无平等的难题。妈，今天大过年的，你干嘛在祖先面前讲这些有的没的啦？啊，我也无讲唔对啊啦，啊，过来咱家啊，拢无生到一个查甫的啊啦。重男轻女、传宗接代、担下家务，也则是传统风俗。查囝出嫁时阵，下火炉、破水、打下皮等等，拢是女性相关的禁忌。要安怎反转旧思维？学者建议会当透过重新解说，互民俗更加符合平等价值。你丢扇子就是我跟我原生家庭就散了，踩瓦片好像就说啊，你的脾气要留在你家，不要带过来我家。我们后来就想，譬如说踩瓦片。男生女生一起踩嘛，跟老人家说，你看一起踩啊，那这样夫妻感情就会好，那就是还是保留这个习俗，可是那个意涵又完全不一样。女性意识抬头，权益年年提升，不过你的职业场所也是未少的女性会遭遇挑战。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，2019年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，甲日本、欧美国家比起来也是偏低。2019年的资料显示，男女的薪水也是同工无同酬，女性爱比男性加做52工，才会当达到同款的总薪水。虽然甲英年比起来已经有进步，但是落差要伫咧。女性也是爱拼力突围，才会当成功创造家己的舞台，发光发热。在我这创业这2年当中遇到的，就是创业家是女性的比例确实是比较少，所以应该说不是环境带给我什么冲击，而是那样的孤独感很难去跟人家分享。在公司里面，就是回归到我自己，我们其实是几乎是比例会一样。就如果我这次女性的伙伴比较多的话，我下次会特别招男性。有些人会觉得说，我在做这些像是纪录片，或者是到山里面去找兰花，这些都是男生在做的事情。可是我就会很想要打破那个刻板印象。你期望别人改变，不如你自己来做一个改变跟调整，让别人知道说，哦，女生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能力，可以做到这些事情。你会发现，政府已经在做了，性平教育也在做了。可是呢，我们的民间那一块。大家离开了教育体系之后，大家就彼此的互动也再没有听到薪资了，所以观念还是停留在女人还是要好好照顾家里面啊，不要那么有事业心。可是这女生就是要付出代价了，老的时候就会贫穷。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如果我喜欢男生，你会不会讨厌我？不管哦，你是什么样子，不管你喜欢什么人，妈妈都会陪着你。除了反转男女死板的印象，多元性别嘛愈来愈受到重视。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修正通过。
2019年，台湾通过同性婚姻专法，将做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。到今年10月底，已经有将近5000对的同志伴侣组成家庭。采访过后，各会当安全来努力的。接着呢，是不是可以让一些你眼睛痛的性别不平等也开始松动？譬如说，我们通常会觉得自我认同是女生的人，她应该是要这样子。可是有没有可能，我还是非常阳刚，不需要去做手术？只要你眼睛不习惯的事情，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推动。大家每个人做自己，没有什么不对的。根据2020年上新出炉的联合国性别平等的调查，台湾的性别平等的表现，伫亚洲排第1，伫全世界排第9。较赢冰岛甲德国等等的国家，会当讲是前段班。不过要推动性别平权，唔是一下就会当成功，要有一段长路爱行。我们缺少的是那一个为自己努力的那个勇气。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风潮上，还需要更多的前辈体系后辈，才有办法真正的女力崛起。女力崛起，某种程度有点像挑战过去的父权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就代表我们人人平等。大家一起去上班吧，大家一起工作，大家一起做家事，不是性别平等之后男人的权利就被剥夺了，而是大家一起幸福。在这个全新追求平权的时代，努力兴起，找找梦想，同志平等，享有爱的权利，拍破掉性别的束缚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无同款，你甲我就会当迈向更加友善的未来。